好，講完問題，講完比較，而家係時候講解決方法啦。葉教授話佢有個方案叫做一箭四雕，一箭四雕唔係一箭雙雕，係4隻，即係話佢一招同時解決4個問題。你話葉教授係咪勁啊？第一支箭，重啟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係咩？簡單講就係俾住緊公屋嘅人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斷自己住緊嗰間公屋，變成自己嘅私人財產。幾平？90幾萬，冇錯，90幾萬喺香港買層樓係你嘅，永久嘅，你百年歸老之後可以留俾你個仔嘅。葉教授話呢個對住公屋嘅居民係着數嘅，90幾萬買到一個資產，住多幾十年，到退休嗰時層樓升咗值，賣咗套現就係你嘅養老金，對政府都係着數㗎，因為你賣咗佢，你就唔使年年維修、年年管理、年年貼錢，一筆過斷尾，政府仲收到錢，一舉兩得。但你可能會問，咁賤嘅價錢賣，政府唔蝕底咩？葉教授話唔蝕㗎。因為起一層樓嘅建築成本，淨係計建築唔計地價，其實係2000幾蚊一尺嘅啫。你90幾萬賣出去，政府係有錢賺㗎，唔係慈善機構，係有盈利嘅生意，只不過係合理嘅盈利，唔係黑心嘅暴利。當然啦，有啲不食人間煙火、高高在上嘅官員就話唔得㗎，租者置其屋計劃有管理問題，有啲住戶買咗，有啲唔買，業權分散，好難維修。葉教授聽完話，呢個係小問題，你唔可以用一個小問題去阻止解決一個大問題。你收個管理費加個維修基金就搞掂啦，係咁解決，唔係咁放棄。就好似你話唔落街，因為怕高空雜物，係咁嘅咋。第二支箭，大幅提升居屋比例。而家香港嘅資助出售房屋，即係居屋之類，佔整個公共房屋嘅比例係幾多呢？1/5， 1/5。新加坡係7/8。葉教授話呢個比例要大幅提升。公屋要縮，居屋要大，因為公屋係負擔，係每年要貼錢管理維修嗰隻。但係居屋係買斷嘅，賣出去係收入，係政府嘅現金流。你縮咗公屋，谷大咗居屋，政府收多咗錢，市民買到合理價錢嘅屋。除咗地產商之外，人人開心，皆大歡喜。但係地產商嘅開心唔係我哋而家討論嘅重點。葉教授仲特別讚咗房屋局副局長何永賢，話佢係真係有聽意見㗎，真係有做嘢㗎。居屋比例係有提升，但係唔夠，仲係唔夠。目標係7-8成，而家得5成幾，差好遠。要繼續推，繼續逼，繼續話佢知唔夠。就好似你叫個懶人做運動，佢做咗5個掌上壓，話做完啦，你要話佢知唔夠，係要做100個㗎。第三支箭，夾心房3個級別。呢支箭係葉教授嘅原創。係佢嘅改良版新加坡模式，係全場最有創意嘅一招。佢話居屋同私樓之間有一個好大嘅差距，住唔起私樓，但係收入又超過居屋資格。呢班人叫做夾心階層，夾喺中間，上唔到，落唔到，痛苦到喊。所以佢建議起3個級別嘅夾心房俾呢班人選擇。第一級8000蚊一尺，8000蚊一尺，你可能話貴，但係私樓係幾多？私樓係萬幾蚊一尺，你話8000貴係平㗎，係抵㗎，係你有生之年喺香港難得見到一次嘅超筍價。第二級7000蚊一尺，第三級5000蚊一尺。而家居屋賣緊7-8千，葉教授話要降到5000，因為起一層樓嘅真實成本係2000幾蚊一尺，你賣5000，政府仲係有錢賺，唔係蝕本，係合理定價，唔係市場炒價。呢個設計有幾聰明呢？就係你唔同收入嘅人有唔同嘅選擇，唔係淨係得公屋同私樓兩條路，一條係等到頸都長，一條係窮一世，中間係有路行㗎，係有人幫你鋪好嗰條路，你淨係要行落去。第四支箭同時解決4個問題。而家講葉教授點解叫一箭4雕，因為呢3招同時打中4個死穴。第一個死穴係財政問題，香港政府而家財政有壓力，使錢嘅地方多，收入嘅地方少。你賣地，地產商買完地就起貴樓，個問題係循環嘅。但係你賣屋就唔同啦，你賣居屋、賣夾心房、賣租置屋，係直接收到大量現金，唔使靠賣地，唔使靠地產商，政府自己就係發展商，自己收錢，自己了斷，財政問題解決一大截。第二個死穴係住屋問題，就係俾到人有屋住，合理價錢，
唔使一世做樓奴，年輕人安居，先可以落業，先可以結婚，先可以生仔，先可以令香港有下一代。第三個死穴係退休問題。葉教授話：你而家買咗間居屋或者夾心房住30-40年，到你退休嗰時，層樓因為通脹同經濟增長，價值係升咗㗎。你可以搬細間，套現差價或者做逆按揭，銀行每個月出糧俾你。你用層樓養老，唔使靠仔女，唔使靠政府，自己養自己，體面有尊嚴，你話幾好？第四個死穴係樓市大起大落嘅問題。而家香港樓市點解咁癲啊？因為私樓比例太大，地產商有定價能力，有托價能力，佢哋話升就升，升到托唔住先爆，爆完又升，升完又爆。香港人就係咁一世坐過山車，坐到嘔。但係你公共房屋比例大咗，去到7-8成，地產商嗰2成私樓，佢想點炒都炒唔起嗰個規模，波幅自然細，細到就算跌都唔使燒炭，就算升都唔會飛天，穩穩陣陣，普普通通。呢個係葉教授最想見到嘅香港樓市。一箭四雕，財政、住屋、退休、樓市4個問題，3個方案，1個方向。葉教授話唔係佢發明㗎，係新加坡做緊㗎，係有前例㗎，係行得通㗎。香港只係要肯學、肯做、肯放低啲既得利益者嘅壓力，去真正為普通市民做嘢就得㗎啦。就係咁簡單。難就難喺有人唔想你簡單，有人唔想件事咁簡單解決。好，而家係大家最期待嘅部分啦。葉教授要出數啦，唔係出糧嗰隻出數，係出埋啲數字嚟話俾你聽，香港樓市而家係咩狀況，將來會點走？你準備好未？準備好就繼續睇，未準備好都繼續睇，因為呢啲嘢你早知好過遲知，遲知好過唔知，唔知就係而家香港好多人嘅狀態，唔知，然後輸錢，然後怨天怨地，怨完都仲係唔知，係一個永無止境嘅惡性循環。佢用一個叫做租金回報率嘅嘢去睇，租金回報率係咩？即係話你買咗層樓租出去，收到嘅租金除以你買樓嘅價錢係幾多個 percent？ 舉個例，你用100萬買咗層樓，每年收到4萬蚊租，你嘅租金回報率就係4個 percent， 明白未？好，繼續。葉教授話，根據佢嘅經濟模型，考慮埋利率、通脹率、市場預期等等一堆你唔使完全明，但係你要知佢存在嘅因素。香港樓市一個合理嘅租金回報率應該係3.5至3.8個 percent， 3.5至3.8係合理，係健康，係你買咗層樓唔會蝕底，但都唔會癲到飛天嗰個水平。但係香港而家係幾多？係 1.8 個 percent， 1.8。合理係3.5至3.8，而家係 1.8， 差咗成1倍。你知唔知呢個代表咩啊？代表香港樓價係貴咗成1倍，係貴㗎，係仲係貴㗎，係就算跌咗2-3成都仲係貴㗎，因為你個起點係咁高，跌咗一截都仲未返到合理水平。就好似你去茶餐廳食2餸飯，正常價錢係50蚊，但係個老闆向你收100蚊，跟住佢話打折俾你9折90蚊，你話係咪着數？唔係，仲係貴。仲係貴咗成倍，你係9折，但係由一個唔合理嘅高位打折，打完都仲係貴。香港樓市就係咁，跌幾多先係合理？葉教授計過，如果租金回報率由 1.8 返到 3.5 至 3.8， 樓價要跌幾多？係45至50個 percent， 即係話跌一半左右先係合理。你聽到係咪覺得佢係末日博士？係咪覺得佢語不驚人死不休？葉教授話唔係㗎。係你哋當初接受咗一個唔正常嘅高位做正常，然後見到有人講合理數字就話人哋唔正常，就好似你成日食薯片當正餐，食慣咗，有人叫你食返白飯，你話佢變態，係你嘅參照點錯咗，唔係葉教授嘅分析錯咗。咁而家樓價係咪即刻跌一半？唔係，葉教授話而家嘅情況係複雜嘅，佢用2個概念去解釋，一個叫局部最低點，一個叫全局最低點。簡單講，就係而家可能係跌到一個短期嘅底部，可能會反彈，可能會上返去一陣，玩你一玩，令你以為最壞嘅時候已經過去，然後你衝入去買，跟住先再跌多一截。呢個係市場嘅慣常伎倆，唔係葉教授嘅陰謀論，係歷史一次又一次發生過嘅事。而家點解未見到大跌呢？因為中央出手幫襯咗幾間大型地產商，填補咗佢哋嘅窟窿，令佢哋唔使即刻爆煲，唔使即刻被逼劈價賣樓。
但係葉教授話呢個係買時間，唔係解決問題。2、3年之後，佢哋續唔到數，係咩情況？暫時唔知，要睇。仲有一樣嘢喺而家托住個市嘅就係大陸買家，大陸人嚟香港買樓托住個價。如果冇大陸買家，葉教授話個樓價而家已經跌到趴喺度㗎啦。所以而家係一個人為托住嘅市，唔係一個健康嘅市，係靠外力撐住嗰隻。你話呢種情況可以維持幾耐，係一個好值得諗嘅問題。咁點算好？葉教授話：如果你係後生仔，而家買唔起樓，其實係一件好事，因為你冇買，即係你冇機會喺一個偏高嘅位置接火棒，你係安全嘅，你係旁觀者，你等就啱啦。但係佢亦都提醒，樓市嘅流動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升市嘅時候，你買容易賣容易，個個搶住要；跌市嘅時候，你突然發現想買都賣唔出，或者要劈1成2成先有人睇，劈3成先有人買。咁嘅情況而家商業樓宇已經發生緊，辦公室、鋪位、的士牌、小巴牌全部跌到有啲跌咗6至8成。葉教授話佢自己都中招，唔係話自己預測到嘅事就開心見到佢發生。係好不幸㗎，係好痛苦㗎。佢係真係唔想見到呢種事發生㗎。最後葉教授想講一樣嘢，就係話佢唔係末日博士，佢係一個良心經濟學者。佢從來唔係話樓價跌7成8成，係啲人斷章取義，係啲人唔中意佢講嘅嘢，所以扭曲佢嘅說話。佢真正嘅立場係樓價要恢復合理水平，唔係要崩潰，係要合理，係要健康，係要令普通人買得起。唔係要令炒家選手，更加唔係要令香港經濟玩完。佢話如果當年啲人聽咗佢講，有啲炒家可以及時離場，有啲人可以唔使買的士牌，有啲人可以唔使喺高位上車，然後深夜落淚。但佢哋唔聽，因為佢哋唔中意聽唔好聽嘅說話。人係咁嘅，淨係中意聽自己想聽嘅嘢，要撞個板先知板硬。講完問題，講完比較，講完方案，講完預測。而家係最後一部分啦。葉教授要對香港嘅後生仔講幾句說話，唔係嗰種加油香港人嗰種廢話，係真係有內容嘅說話，係一個用咗幾十年研究香港經濟嘅學者，望住而家呢班捱緊嘅後生仔，想講幾句。首先，葉教授話：如果你而家係年輕人，買唔起樓，租緊劏房，睇唔到前途，你有2個選擇。第一個選擇係繼續嬲，繼續喊，繼續喺網上鬧完舒服一陣，然後瞓覺。第2日起身，情況一樣，樓價一樣，劏房一樣，你個銀行戶口一樣，甚至少咗啲，因為你訂外賣嗰時唔小心揀多咗一樣嘢。第2個選擇係用你手上最有力嘅武器，你把聲同你張選票。葉教授話唔好睇少呢2樣嘢。你以為一個普通市民講嘅嘢冇人聽？佢話佢自己係2019年喺新加坡通過唔同嘅渠道，將香港樓價太貴係社會動盪底因呢個觀點反映俾上面知。跟住你睇到咩？政府真係出手，真係要求搞掂房屋問題，真係起緊30萬個公營房屋。係咪葉教授一個人嘅功勞？當然唔係。但係你話一個人嘅聲音係咪完全冇用？又唔係。積少成多，積水成河。你唔出聲，冇人知你痛。你出聲，至少有機會俾人聽到。跟住葉教授講咗一個比喻，係武昌起義。武昌起義係咩？就係1911年一班人起義，推翻咗清朝，改變咗中國歷史。但係葉教授話，武昌起義成功，當時好多人覺得係好意外嘅事，係唔可能發生嘅，係難以置信嘅事。但係佢後來發現，其實唔係意外，係因為有好多人喺好長嘅時間裏邊不斷咁去推動呢件事。不斷咁去講，不斷咁去做，不斷咁去撐到有一日有條友一聲令下，個城就起義咗，成件事就成功咗。即係話你而家覺得香港樓市改革係唔可能嘅事，係痴人說夢，係發夢好過。葉教授話唔係㗎，係你而家覺得唔可能，但係只要有人不斷去推，不斷去講，不斷去選支持呢件事嘅議員，不斷去表達訴求，有一日可能係3年，可能係5年。可能係10年，件事就成功啦。就好似武昌起義咁，就好似葉教授自己講咗幾十年嘅新加坡模式，而家終於開始有人聽。葉教授仲話，佢而家睇到希望，唔係盲目嘅希望，唔係阿 Q 精神嗰種希望，係真係睇到一啲具體嘅改變。房協主席開始喐，
居屋比例開始升，租置計劃開始有人討論重啟。有啲後生嘅官員係真係想做嘢嘅，唔係個個都係坐喺度等退休。佢話推動呢件事唔需要你做官，唔需要你有錢，唔需要你有葉教授咁叻，你只係需要知道呢件事係啱嘅，然後你用你自己嘅方式去支持佢，去講，去分享，去投票，去表達，就係咁。最後葉教授作咗首詩，係佢自己改嘅，改自古詩《憫農》，原本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佢改做只怪私房價格高，平民皆為此辛勞。一房竟係一身債，百萬房奴一富豪。即係話每一個香港有錢佬背後係100個供緊樓、捱緊苦、唔敢生仔、唔敢結婚嘅香港市民。呢個唔係一個健康嘅社會，呢個係一個扭曲嘅社會。而扭曲嘅社會係可以改變嘅，只要有人肯企出嚟講。葉教授企出嚟講咗好耐啦，而家輪到你啦，唔係叫你去革命，唔係叫你去武昌起義，係叫你 share 下條片，係叫你同身邊嘅人講下呢件事，係叫你下次投票嗰時記住邊個係真係為普通市民做嘢嗰個，就係咁，幾簡單。香港係有得救嘅，但係要你同我一齊救。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想請我飲杯咖啡，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翻啲電，繼續拍落去。呢度係黃先生戲院，多謝各位入場。今次故事就到呢度，散場啦。